氫能係一種以氫氣作為能量載體嘅能源形式。氫係宇宙中最豐富嘅元素，但係喺地球上，佢通常會以化合物嘅形式存在，例如係水同埋碳氫化合物。所以要利用氫能，首先就需要透過各種方法將氫氣從呢一啲化合物中分離出嚟。而氫能發電主要係有兩種技術途徑。第一係氫燃料電池發電。氫燃料電池係一種將氫氣嘅化學能直接轉換為電能嘅電化學裝置。而第二種技術就係氫氣燃燒發電。氫氣亦都可以好似天然氣一樣，喺燃氣渦輪機或者其他發電機中燃燒，利用燃燒產生嘅熱能嚟驅動渦輪機旋轉，進而帶動發電機發電。